其實我自己最係啊，即係我覺得最有信心會係才藝嗰度咯。因為泳衣嗰度咧，雖然我瘦咗30磅啦，但係我就始終真係唔夠大隻。咁但係自己才藝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，同埋俾到好多信心我自己可以繼續行自己呢條路。我相信呢個係一個起步咯。我會繼續努力啦，希望可以加入 TVB 嘅大家庭啦，可以繼續努力去多多學習。去創出自己演藝嘅路，同埋好開心啦！頭先我攞呢個獎，我真係覺得好感動，因為自己籌備咗幾個月，同埋屋企見到爹哋媽咪嚟支持，嗌到好大聲，即係佢哋不眠不休咁樣去支持我參加呢個比賽，同埋鼓勵我做到自己想做嘅嘢，我覺得非常之咁開心咯！多謝。其實冇啊，我真係好開心啊，因為我一開始都係諗自己如果可以攞到最具演藝潛能大獎咧就好啦，咁我好滿意咯對呢個獎，所以我非常非常之開心咯。我最想多謝就係爹哋媽咪，因為佢哋幾個月不停咁支持我，不停咁幫我烚雞胸肉同埋烚菜。多謝我細佬，我好多謝我所有好朋友，佢哋全部都好投我票，全部都俾好多意見我。多謝蘇玉華啦，多謝香港話劇團啦，多謝袁偉豪啦，多謝好多支持過好多 artist 都支持過我嘅朋友，好多謝佢哋。成個過程，我覺得最大嘅感覺就係只要你繼續堅持。繼續自己嘅理想，你終有一日係可以達到嘅。雖然嗰日唔知幾時，但係唔好放棄。雖然我而家29歲，但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我啱啱嘅開始。我一定會繼續努力，希望有更加好嘅表現。就係正如我所講，希望可以帶到歡笑同埋可以感動到大家。將愛講俾大家，share 同大家 share 咯。